目是由我们托尼陈昭清先生，他要为我们唱一条歌。这条歌唱的他是为了纪念他的母亲。托尼都是在我们长辈会都是以服务，他每次到哪一个会，他都是替我们照相，真的不简单。谢谢你。他要为我们唱一条化作千方记。大家好，我是托尼吼。我旧年3月本来要请石头路转去看阮妈妈吼，但是一寡问题，所以我就转去。结果阮妈妈旧年8月阮跋倒，所以自遐就愈来愈惨。我今年就一定爱转去，所以讲3月就石头路倒转去台湾。当我转去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妈妈不但忘我，而且搁做惨，因为大家我袂使同黄春健看伤过久了对啊，就是你一定爱起来同。所以讲，你等下看我家己做的卡拉 OK 录影带，有阮妈妈为上少年到老到尾仔的相片。我感觉阮妈妈拢永远留伫我的心内中，所以讲，我妈妈今仔日一食的时候，伊嘛摕90岁的礼物喏，所以我即摆希望90岁这个长辈吼，永远过了像阮爸妈咧，人咧足艰苦，但是我看恁大家拢活甲足欢喜，所以长辈话你一定爱来，对毋对？对。我即摆唱即条歌就是秋月子啊吼，伊个。慢慢伊遐收的是唱的时，我足感动，所以讲我妈妈个白寿的时，我无法度唱，所以我今仔伫遮唱互恁听。
有自在的地中花，亲像阵阵的风轻轻吹，有你无限的天地，你化作千红，自由自在的地中花。亲像阵阵的风轻轻吹，有你无限的天地，亲像阵阵的风轻轻吹，有你无限的感谢。你会奇怪讲，我的橡皮声甲拢有字啊，因为吼，这我已经十几年前了，我妈妈做啊，一当一单位一工。结果我今年做12个时阵，我还会伊拢看无啦。啊，结果我感觉伊先看到伊的名，伊会念，啊，所以伊看到名，伊就知影这张是伊。吼，感谢。谢谢 Tony， 伊毋若翕相翕个足好，连歌嘛唱啊足好。好，下次可以再请他来替我们大家唱。